这站这新冠疫情是拖了真紧，顶礼拜门诊急诊的人数就超过4万人，而且这阵521连假人阵南来北往，烧化风险就会更加严悬。所以讲，卫福部就宣布讲，对6月1日开始，全国21间部立综合病院加开新冠特别门诊。51连假头一天，家长就带囡仔到耳鼻喉科看病，未少病患还搁咧哭扫。新冠疫情升温，第一线诊所的医师评估，呼吸道感染的病患，平均10个人都有4至5个人感染新冠。就是会怕，因为现在就是疫情比较又开始了嘛，就怕他就是去学校又被感染什么。就从4月底以来，可能是只有零星的 case， 好，那我们不以为意。现在是刚才大概好几倍哦，现在的询问度非常高，好，几乎现在开始每一天都有人来打疫苗。疾管署监测显示，5月18至24新冠疫情门急诊的就医人次突破4万人，比去年同期更较悬，也有可能在6月底到7月初达到这波疫情的高峰。卫福部宣布，全国21间部立综合病院6月初开始加开 COVID-19 的特别门诊加夜诊，预估每个月增加924诊，应对51连假感染的风险，也加熊熊压起来的疫情。65岁以上的长辈，或者是本身是怀孕的妇女或刚生产完的这个产妇，还有就是本身可能有一些像心脏、肺脏、肝脏啊，还有肾脏啊，还有癌症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都是属于这一波这个疫情当中要特别注意防范的高风险群。疾管署嘛特别提醒，若是确诊了后出现下喘，也是呼吸困难、皮肤喙唇反乌、无法度食物件、啉水，24点钟内无热无发烧，按过心跳每分钟比100届较济，持续有胸坎杂杂、胸坎痛，这拢是动静警示的镜头，一定要赶紧就医。记者采访报道。